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喺幾年前，如果你返深圳或者廣州，想食一餐太二酸菜魚，係一件幾咁奢侈嘅事。我講嘅唔係錢，而係時間。嗰陣時，你要喺手機微信上面提前幾個鐘攞飛，去到現場仲要等幾十張台，門口嗰個超過4人唔接待、唔准加位、唔准減辣嘅招牌，直情係臭脾氣到一個點。但係大家偏偏就係食呢一套，覺得咁樣先至係有個性，覺得咁樣嘅魚先至係最好食。但係時移世易，到咗2026年嘅今日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呢間曾經要排隊排到天荒地老嘅網紅一哥，竟然開始跌落神壇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撕開呢層遮羞布，深度拆解一下太二酸菜魚背後嗰個所謂6分鐘上菜嘅神話，到底係效率嘅體現，定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料理包騙局？點解我哋俾緊活魚嘅價錢，食入肚嘅竟然係工廠流水線產物？更重要嘅係，點解呢類型嘅內地網紅名店會喺2024年到2026年呢2-3年間爆發大規模嘅執笠潮？係咪內地嘅消費者終於醒覺，唔再願意交呢隻智商稅？我哋先由呢個6分鐘上菜講起。如果你係一個成日煮飯嘅人，或者你對食有少少要求，你心入面一定會有個疑問：一條魚由湯魚、洗魚、切片、醃製，到最後落鑊煮熟，加上個湯底要熬出味，6分鐘點可能做得到？除非你係魔術師，否則喺正常嘅烹飪邏輯入面，呢個時間根本係天方夜譚。但係太二竟然將呢個6分鐘當成係核心競爭力，標榜自己快、靚、正。真相其實好殘酷，呢種極速上菜嘅背後，係成個餐飲業高度工業化嘅產物。你以為你食緊嘅係師傅即叫即湯嘅魚，其實好多時候你食緊嘅係喺工廠入面已經處理好、切好片，加咗化學保鮮劑，甚至已經醃好味嘅急凍魚片。呢啲魚片喺零下幾十度嘅冷鏈入面，由山東或者廣東嘅大型加工廠送到去商場，廚師或者我哋應該稱之為加熱員，只需要將個預製好嘅湯包撕開，加熱，再將啲魚片倒落去，滾一滾，淋埋鎮意油，搞掂。成個過程根本唔需要廚藝，只需要一個計時器。呢度就涉及到一個好大嘅爭議點，預製菜，即係我哋俗稱嘅料理包。喺2025年嘅時候，內地關於預製菜進校園、進餐廳嘅爭議已經鬧到沸沸揚揚。好多消費者最反感嘅唔係預製菜本身，而係你明明用緊預製菜，但係你收緊現做嘅價錢。你睇下太二嘅價位，2個人食一餐，隨隨便便都要200幾、300蚊人民幣。如果我係去食快餐，10幾20蚊一份料理包飯，我冇話講，因為我追求嘅係快。但係我依家係去一間名店，排咁耐隊，仲要聽你啲奇奇怪怪嘅規矩，你最後俾份工廠罐頭嘢我食。呢種落差就係消費者覺得被騙嘅核心。點解我會話係大騙局？因為佢哋喺營銷上面極力營造一種好講究嘅假象。例如佢哋話酸菜比魚更好吃，標榜自己嘅酸菜係窖藏幾多日，用咩特定嘅水去泡。但係當你成間公司開到幾百間鋪，甚至喺2024年開始進軍海外市場嘅時候，你覺得仲有咁多手工窖藏嘅酸菜供應咩？最後咪又係化學發酵、大規模工業化生產。所謂嘅匠心喺資本市場要求嘅標準化同翻台率面前，真係一文不值。講到呢度，我哋要睇翻太二母公司9毛9集團呢幾年嘅財務報告。如果你有留意，你就會發現2024、2025年太二嘅同店銷售額係咁跌。點解？因為新鮮感過咗。香港人成日講3分鐘熱度，內地嘅網紅經濟其實都係一樣。當大家都係用同一套湯底、同一隻急凍魚片、同一套裝修風格嘅時候，消費者好容易就會產生審美疲勞。再加上2026年呢個經濟環境，大家嘅錢包都縮咗水，對性價比嘅要求高咗好多。以前啲人覺得排隊係一種社交資本，影張相放上小紅書或者 Instagram， 覺得自己好潮。但依家大家追求嘅係咩？
係質價比。我俾100蚊，你要俾反價值100蚊嘅嘢我。但係太二呢類網紅店，佢哋嘅日價太高啦。佢哋將大筆嘅錢花咗喺租商場最旺嘅鋪位，花喺請購寫軟文，花喺搞震嘅 IP 設計上面，真正留喺食材上面嘅成本，可能唔夠你餐飯嘅2成。當消費者發現我自己喺超市買包幾蚊雞嘅酸菜魚調味包，再去買2條急凍魚片，整出嚟嘅味道竟然同太二有7、8成相似嘅時候，點解我仲要排隊去交呢份智商稅？呢個就引申到我哋今日要講嘅另一個重點，內地網紅名店嘅大規模執笠潮。大家可能唔知，唔止係太二，好多曾經紅極一時嘅餐飲品牌，例如做茶飲嘅、做網紅燒肉嘅、做創意川菜嘅，喺呢2年入面執笠嘅數量係成千上萬咁計。點解會咁？第一係反噬。網紅店最大嘅優勢係快，但係最大嘅弱點都係快。佢哋靠流量起家，一旦流量轉移或者個品牌形象崩塌，跌落嚟嘅速度快到你唔信。太二以前嗰種傲慢嘅服務態度，喺生意好嘅時候係個性，喺生意唔好嘅時候就變咗做趕客。依家佢哋雖然取消咗好多限制，甚至開始推出1人食低價套餐，但係嗰種高級感已經冇咗。消費者覺得你跌咗落凡塵，自然就唔再覺得你稀奇。第二係降級消費嘅大趨勢。喺2026年，無論係香港定係內地，大家消費都變得好謹慎。以前大家會為咗個名氣去食飯，依家大家會去揾嗰啲開喺街坊入面，真正有火候，即叫即整嘅老店。啲老店可能冇精美嘅裝修，冇6分鐘上菜嘅承諾，但係個師傅係真係喺廚房入面劏緊魚，個湯底係真係用魚骨熬出嚟。相比之下，網紅名店嗰種冷冰冰嘅標準化味道，反而變成咗一種劣勢。第三係資本嘅撤退。好多網紅名店背後都有風投基金，佢哋嘅目的唔係想做好一碗魚，而係想快速開鋪，推高估值，然後上市套現。當市場進入寒冬，投資者唔再俾錢，呢啲靠燒錢擴張、靠商場補貼生存嘅品牌就會出現斷鏈。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，我哋見到好多商場入面嘅太二，原本係最旺嘅鋪位，依家都悄悄換咗招牌。大家要明白一個道理，餐飲業嘅本質永遠係好食同真誠。你可以騙消費者一次，你可以靠營銷騙佢哋1年，但你冇辦法騙全世界嘅人一世。當你用料理包去冒充活魚，當你用工業效率去取代烹飪靈魂嘅時候，你其實已經親手為自己個品牌挖好咗墳墓。呢種大規模執笠嘅真相，其實係市場嘅一種自我修復。佢剔除咗嗰啲只識玩噱頭、唔識做食物嘅投機者。對於我哋消費者嚟講，呢個其實係好事。我哋唔再需要為咗嗰啲所謂嘅品牌日價去排隊，唔再需要為咗嗰啲唔准加位嘅垃圾規矩去受氣。講反太二，其實佢係一個時代嘅縮影，佢代表咗內地餐飲業由野蠻生長到工業化極致嘅一個過程。喺嗰個過程入面，大家都追求快、追求大、追求標準化，覺得咁樣先至係現代餐飲嘅出路。但係佢哋忽略咗最重要嘅一點，人係有味覺嘅，人係有感情嘅。當你食緊嗰塊凍冰冰、冇魚味、只有滑劑咁嘅魚片嗰陣，你心入面係唔會感受到食物帶來嘅幸福感。如果你依家仲係好鍾意食酸菜魚，我建議你下次去食嘅時候，試下留意下佢個上菜速度。如果佢真係6分鐘就攞到出嚟，你可以大膽問下個經理，你哋個廚房有冇魚缸㗎？你哋啲魚係邊度嚟㗎？我相信佢哋嘅反應一定會好精彩。喺2026年嘅今日，我哋呢啲消費者要學識更加精明，唔好被嗰啲精美嘅動漫海報、嗰啲懶係有性格嘅宣傳語，或者嗰啲排隊嘅假象所迷惑。一間餐廳值唔值得你去，唔係睇佢有幾紅，而係睇佢對食物有幾尊重。太二嘅大騙局或者只係冰山一角，喺呢個所謂預製菜時代，
仲有幾多料理包藏喺嗰啲裝修得好靚嘅餐廳入面。所以話呢次嘅執笠潮其實係一個警示，佢話俾所有餐飲老闆聽，你哋可以慳成本，你可以搞自動化，但你唔可以冇咗底線。當你收緊消費者活魚嘅價錢，你就有責任俾返真正新鮮嘅魚，否則2026年嘅執笠名單上面，下一個可能就係你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哋最近都有去過呢啲網紅名店，覺得味道差咗，或者覺得佢哋啲招牌縮咗水，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一下，我哋一齊揭開更多呢啲名店嘅真面目，等大家唔好再做水魚。我哋要追求嘅係真正有煙火氣嘅美食，而唔係工廠生產線上面嗰陣罐頭味。其實講到尾，呢場酸菜魚大戰嘅輸家，除咗係嗰啲盲目擴張嘅老闆，最慘嘅都係嗰啲曾經真心支持過佢哋嘅食客。我哋俾咗信任，俾咗時間，最後換嚟嘅係一份預製嘅失望。所以下次揀食飯地方嘅時候，不妨行遠少少，去揾下嗰啲雖然要等，雖然裝修普通，但係廚房入面傳出真係湯魚聲，真係爆鑊聲嘅小店，嗰度先至係真正屬於我哋嘅味道。2026年餐飲業大洗牌，對於太義嚟講，6分鐘上菜或者真係撕開咗佢哋最後嘅遮羞布。當大家不再被快所迷惑，開始追求真嘅時候，呢啲網紅店嘅好日子真係已經去到盡頭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，大約係10年前，即係2015-16年前後，內地嘅餐飲市場仲係一片藍海。嗰陣時太義剛剛起步，佢確實帶嚟咗一種好新鮮嘅感覺。當時大家食開嘅酸菜魚，通常係嗰種大排檔風格，或者係好油膩嘅川菜館。太義嘅出現，將酸菜魚呢樣嘢精品化、品牌化，甚至娛樂化。佢成功捕捉到咗當時20幾歲、30幾歲嗰班後生仔嘅心態，追求個性，唔想同長輩食一樣嘅嘢。嗰陣時，太義嘅規矩係佢哋最勁嘅營銷武器。咩叫超過4人唔接待？佢哋嘅解釋係，因為佢哋嘅台、佢哋嘅魚最適合2人到4人分享，人多咗會影響口感，會坐得唔舒服。當年我哋聽落去覺得好專業喎，覺得呢間鋪頭真係有堅持。但依家諗返轉頭，呢啲其實全部都係精確嘅數學計算。4人以下翻台率 turnover rate 係最高嘅，2個人食半個鐘，45分鐘就食完走人。但如果你一台10個人，又要飲酒，又要傾偈，一坐就坐3個鐘，呢啲對於追求極速翻台嘅網紅店嚟講，簡直係噩夢。所以佢哋當年嘅堅持，其實係為咗賺錢賺得更有效率，而唔係真係為咗你嘅食感。再講下嗰個唔准加辣、唔准減辣嘅規矩，佢哋話係為了保證味道嘅統一度。但係如果一間餐廳真係現做現煮，加多2粒辣椒或者減少少辣油，係一件幾咁簡單嘅事，點解唔做得？原因只有一個，因為佢哋個湯底係預製嘅，嗰個辣度係喺工廠入面已經調配好嘅比例，喺門市入面嗰啲加熱員根本冇權力，亦都冇能力去改動嗰個配方，佢哋只係將一包 A 料同一包 B 料倒埋一齊，點幫你改？到咗2024年，當呢種標準化嘅秘密慢慢被大眾識穿，當大家開始明白標準化其實就係工業化，甚至係廉價化嘅代名詞嗰陣，太義嘅品牌光環就開始消失。尤其係喺社交媒體高度發達嘅今日，一個負評可以傳遍千萬里。好多食客開始喺網上晒出佢哋食到嘅魚片，有啲魚片甚至仲帶住未融化嘅冰霜，或者係有一陣好重嘅藥水味，通常係為咗讓急凍魚片更滑口而加嘅磷酸鹽。呢啲資訊嘅流通，令到網紅名店呢4個字由褒義詞變成咗貶義詞。大家一聽到網紅，第一時間諗到嘅唔係好食，而係打卡、貴、難食、料理包。呢種集體情緒嘅轉向，係導致2025年到2026年大規模執笠潮嘅導火線。而且我哋要睇下大環境。
2026年嘅內地餐飲業正經歷緊一場史詩級嘅內卷極度競爭。以前太易係獨一份，依家一條街可能有5間酸菜魚，有標榜活魚燕湯嘅，有標榜平價份量大嘅，有標榜多口味嘅。當競爭者眾多，而你仲係賣緊嗰套6分鐘上菜嘅老劇本，你嘅生存空間自然會被壓縮。好多原本開喺高端商場入面嘅太易，因為頂唔順高昂嘅租金，加上人流量下降，不得不選擇關門。根據非官方統計，單單喺2025年上半年，全國關閉嘅連鎖品牌餐飲門店就超過咗10萬間。呢個數字係幾咁驚人？佢背後代表嘅係無數投資者嘅血汗錢化為烏有，亦都代表咗一個流量至上時代嘅終結。我哋再深入啲去睇下嗰個活魚價同料理包嘅成本差距。喺內地，一斤新鮮魚嘅批發價可能係10幾蚊人民幣，但係一包處理好嘅急凍魚片，攤分開嚟每份嘅成本可能只有幾蚊。太易一盤酸菜魚賣你100幾、200幾，佢嘅利潤空間大到令人咋舌。呢啲錢去咗邊？去咗9毛9集團嘅上市報表入面，去咗商場嘅租金入面，去咗鋪天蓋地嘅廣告宣傳入面，唯獨冇返到去消費者嘅條理上面。呢種收割模式喺經濟好嘅時候，大家可能唔太計較，當係買個開心。但係喺今日，大家每一分錢都要花喺刀口位。當我哋發現自己辛苦賺返嚟嘅錢，竟然係用嚟供養緊呢啲資本怪獸食料理包，我哋仲會唔會再去？香港人對呢種事感觸或者更深。呢幾年唔少內地網紅品牌進軍香港，喺中環、喺銅鑼灣開大鋪，裝修到皇宮咁樣。但係你試下入去食一次，好多時你都會覺得就係咁咋。嗰種味道嘅層次感，完全輸俾香港街頭啲老牌川菜館。點解？因為香港嘅消費者嘴刁，我哋食得出乜嘢係新鮮，乜嘢係工廠貨。喺香港，你靠營銷可以紅3個月，但如果你想做3年、30年，你一定要有真功夫。太易喺香港嘅擴張，其實都遇到咗唔少阻力。雖然初期有好多人去湊熱鬧排隊，但回頭率其實唔高。呢個就係網紅模式嘅致命傷。佢哋唔係喺度做餐飲，佢哋係喺度做流量變現。當流量枯竭，變現就變成咗變現唔到。所以我哋今日講太易大騙局，其實唔係針對一間公司，而係針對成個歪曲咗嘅餐飲價值觀。我哋要撥亂反正。食飯最緊要係真，酸菜要真係發酵出嚟嘅酸，魚要真係魚肉嘅鮮，服務要真係對人嘅關懷，而唔係照劇本讀嘅冷冰冰台詞。2026年嘅餐飲真相就係消費者已經玩夠啦。我哋唔再需要6分鐘上菜嘅奇蹟，我哋願意等20分鐘去換一碗真正有溫度、有誠意嘅手工酸菜魚。呢場執笠潮其實係一場遲嚟嘅審判。佢話俾所有品牌聽，市場可以被欺騙一時，但生活唔會。最後，我想問下大家，如果你係老闆，面對緊2026年咁艱難嘅環境，你會選擇繼續用料理包去維持利潤，定係回歸初心，用活魚去贏反口碑？呢個問題唔止係俾老闆諗，亦都係俾我哋每一位消費者諗。我哋嘅每一次消費，其實都係喺度為我哋想要嘅世界投票。如果你想食到好嘢，就唔好再為呢啲網紅騙局買單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內容講出咗你嘅心聲，或者令你對呢啲名店有咗新嘅睇法，記得幫我點個讚，分享俾你嗰啲仲喺度排隊食料理包嘅朋友。我哋下次再見，繼續拆解更多你唔知嘅商業內幕。